来啦！今天是歌悦城美食坊朱精選2218個 B 店10全10美啦！10月10號開張啊，一流啊！嗱，我哋大股東啊，李德強啊，哇，誠心啊，生意興隆啊，開張大吉啊，高朋滿座啊！三哥，哎，欢迎你啊！来，一会冲啊！来，现在好东西啊，来啊，好东西啊！ 呢個你唔一樣。嚟，以前咧牛豬咧係歌樂城咧係吊花場嚟嘅 ，MCO 嘅關係咧就閂咗6、7個月啦，8個月啦。而家咧山唔轉路轉啊，路唔轉人轉啊，嚟而家係做大炒啦，食乜都有啊！哇！老闆親自出馬，手機先食，真係豪氣啊！豪哥豪氣，哇！哇！哎呀，一海接啊，一流啊，喺個用慢條嚟聽啊，韓國一流啊，慢條都冇啦，練條韓國練啊，嚇練條有冇？有，嚟前邊來，好啊，前邊來，你我見過你講啦嘛。哇！哎呀，味道啱啱啊！哇，正啊！紅豆打糊啊！哇！好味啊！南非鮑魚啊！係總代理阿輝啊，3罐100蚊，還好貨。嚇！香港慢半甜，日最想你，係用最閃能推，一想到你又多一倍。呢位我試過。隔夜城。